如果一個11歲嘅小朋友有一日如常返學，但之後就再冇返過屋企，你會點諗？迷路、被拐走，定係佢根本冇機會再返屋企？2026年，日本京都發生咗一件震驚全國嘅案件。一名原本準備參加學校畢業典禮，甚至計劃之後同屋企人外遊嘅小5男生安達傑希，喺返學之後離奇消失。21日之後，佢被發現成為一具冰冷嘅遺體。最令人心寒嘅係，警方最終鎖定嘅嫌疑人，竟然係佢嘅繼父安達優貴。呢單案件由一單失蹤案，逐步被揭發成一場隱藏喺家庭內部嘅悲劇。11歲嘅安達傑希居住喺京都府南丹市，佢同媽媽以及繼父安達優貴一齊生活。佢喺南丹市立原部國小讀5年級。喺老師同鄰居眼中，傑希性格開朗有禮，完全唔似會離家出走或者突然失去聯絡。呢個平凡家庭其實案發前半年前先至組成。2025年底，傑希嘅母親再婚，對象就係入贅嘅安達優貴。三人組成新家庭，甚至已經計劃好喺2026年春假前往台灣旅行。表面上一切似乎向住新生活前進，但係冇人知道裂痕早已經存在。2026年3月23日係原部小學舉行畢業典禮嘅日子，安達傑希亦準備到學校參加。案發當日清晨，安達優貴向公司請假，理由係屋企出咗啲問題。家屬聲稱，當日上午約8點，傑希由安達優貴揸車送至校內嘅停車場落車，隨後傑希獨自步行前往校舍。據報道，當時佢身穿胸前印有84字樣嘅灰色長袖上衣，外面有件黑色外套同米色長褲，孭住黃色書包，戴住黃色校帽。落車地點距離校舍大約150至200公尺，但嗰段時間正值最多學生返學，而校門附近教職員都冇任何人目擊安達傑希落車後進入校門或者喺校內活動嘅情況。上晝8點半，老師點名嗰陣發現安達傑希缺席。由於家長之前曾經登記傑希喺第2日請假，校方一度推測係家長填錯日期，所以冇即時依常規聯絡家屬確認。直至上晝11點半畢業典禮結束之後，安達優貴去學校接傑希嗰陣，先發覺有問題。導師先打電話俾傑希母親查詢，先發現傑希冇到學校。調查發現，喺校方正式通知母親之前，安達優貴就已經先打電話俾相關人士，聲稱小朋友唔見咗，顯示佢試圖搶先營造小朋友走失嘅假象。其後家屬報案，警方隨即封鎖校園同周邊山區展開搜索，並查閱校內設置嘅2部閉路電視畫面，但係都未發現安達傑希出現嘅影像。綜合現場情況推測，安達傑希落車後短時間內就喺學校附近失去蹤跡。警方動員約100人，對傑希住所附近、返學路線、河流同山區進行地毯式搜索，但一無所獲。直至3月29日，即係傑希失蹤6日之後，搜救人員喺距離學校西北約3公里一處偏遠山區，發現咗一個關鍵物件——傑希嘅書包。呢個發現令案件開始向壞嘅方面發展，因為一個11歲嘅小朋友，如果係單純迷路，幾乎冇可能會主動掉低書包。4月12日，搜救人員於安達傑希屋企以北約3.6公里嘅山入邊揾到一隻兒童運動鞋，特徵同傑希失蹤當日所着嘅鞋吻合。4月13日，警方喺距離學校大約2公里嘅山林揾到一具已經部分白骨化嘅兒童屍體，屍體並冇被覆蓋或者掩埋。最後喺1日之後，證實屍體就係失蹤嘅安達傑希。有參與初期搜救嘅人員指出，早期搜索時曾經巡查過發現書包嘅區域，當時並未記到書包，因而懷疑書包可能係事後俾人放置喺現場，以混淆調查方向。其次，書包同鞋嘅發現位置同傑希落車之後嘅步行路線相反，該地區地勢險要，一個11歲小朋友難以進入。另一方面，搜救人員亦證實曾經巡查過後嚟發現屍體嘅區域，當時並未發現異常情況，所以唔排除有人事後移動屍體。而且遺體所在嘅位置位於地勢險要嘅坡地，遺體亦呈現唔自然嘅仰臥姿勢，現場遺留物分佈亦都十分混亂，同一般意外滑落情況唔同。基於種種疑點，警方將案件由失蹤提升為可能涉及刑事嘅方向調查。此外，
警方透過比對校園閉路電視同家長車輛行車記錄器影像，發現安達傑希落車至點名之間嘅關鍵時段，未有佢離開校園方向嘅明確影像或者目擊記錄。警方其後由身邊人入手。根據日媒報道，警方喺分析繼父安達優貴嘅電話嘅時候，發現咗決定性嘅證據。安達優貴嘅手機應用程式同行車記錄器記錄3月23日，安達優貴曾經喺南丹市一處偏遠深山入邊停留。安達優貴一度拒絕提供行車記錄器數據，之後調查發現3月23日嘅部分影像已經被刪除。面對排山倒海嘅證據，4月15日晚，安達優貴嘅心理防線終於崩潰。佢承認將安達傑希嘅屍體遺棄於山中，之後仲向警方供稱：我一時衝動勒死咗佢。呢個輕描淡寫嘅交代，背後係一個11歲生命被剝奪嘅沉重代價。安達優貴坦誠，案發當日佢同傑希喺屋企發生激烈衝突，佢喺憤怒之下動手勒住傑希條頸，直到對方失去呼吸。事後佢冇求助或者報警，而係將遺體多次運到唔同地方收藏，並掉低書包同鞋，試圖影響調查方向。調查顯示，安達傑希3月23日上晝已經遇害。安達優貴隨後載住不知情嘅妻子返回學校附近，並喺妻子接到校方通報電話嗰陣，以現場一齊報案，藉此偽裝成受害者家屬，並且利用妻子作為佢嘅不在場證明。更令人毛骨悚然嘅係安達優貴喺案發後嘅表現。佢喺安達傑希失蹤初期曾主動報警，並表現出積極搜尋嘅假象，甚至曾經向協助搜救嘅消防員致謝。喺傑希失蹤嘅21日入邊，佢亦都異常冷靜，甚至照常生活，彷彿乜事都冇發生過。呢種極端嘅情緒控制能力，令參與調查嘅警員都不寒而慄。37歲嘅疑兇安達優貴舊姓山本，佢曾經有過一段婚姻並育有子女，後嚟喺2025年12月同傑希母親正式再婚，並且入贅安達家，之後就同妻子同埋安達傑希3個人同住。安達優貴成長於京都市，據其中學同學回憶，佢性格偏向內斂，但並唔孤僻，曾經擔任學生會會長，深受師長信任。安達優貴任職於一間總部設喺京都市嘅電機設備製造企業，並喺鄰近嘅京丹波丁工廠工作。而佢同傑希嘅媽媽亦都喺工廠認識。喺同事同上司眼中，佢工作態度認真，待人有禮。公司方面亦表示，佢過往冇涉及金錢糾紛或人際衝突，近期工作表現亦未見異常。回顧整件事，最令人心痛嘅係傑希其實曾經發出過求救信號。有同學透露，傑希生前曾經私下抱怨，形容繼父係個怪大叔，個討厭咁樣。喺戶外，傑希亦曾經以煩死人啦嚟形容對方。鄰居亦指出，傑希喺屋企經常傳出爭吵聲，氣氛並唔係表面上咁和諧。對於個啱啱組成新家庭嘅小朋友嚟講，呢啲說話可能已經係佢可以表達極限。佢試圖同外界傳遞不安，但最終呢啲信號被淹沒喺日常瑣事之中，冇人真正理解佢內心嘅恐懼。當警號被忽視，悲劇嘅發生往往只係時間問題。案件曝光之後，日本社會出現咗唔少嘅討論。再婚家庭嘅壓力，佢哋嘅心理調適問題係咪長期被低估？學校同鄰里對於家庭內部衝突嘅介入程度係咪唔夠？同埋，當原本應該係避風嘅屋企變成威脅，小朋友仲可以依靠邊個？安達傑希原本應該擁有一個燦爛嘅未來，佢可能正期待住春假嘅旅行，期待住升上6年班，但呢一切永遠都唔會再發生。安達優貴嘅一句一時衝動，摧毀咗一個家庭，亦都撕碎咗社會對家嘅最後一點安全感。最令人心寒嘅，從來都唔係嗰座藏匿遺體嘅深山，而係嗰個原本應該守護你嘅親人，內心竟然有咁深不見底嘅惡意。當一個小朋友連返到屋企都成為一種奢求，呢個世界究竟仲剩低幾多地方可以俾佢安穩成長？安達傑希嘅悲劇唔應該只係一單社會新聞，更應該係社會對兒童保護機制嘅一次沉痛反思。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啦！我哋嚟緊會為大家帶嚟更多嘅奇聞異事。